张志佳2001年世界杯棒球赛连续来封锁到南韩甲日本，陈金峰这位球星嘛是迄届比赛的英雄人物。陈金峰听到张志佳雄雄过往的消息是真着惊，讲真遗憾，请记者亚芳来报道。 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前职棒球星张志佳在2024年的元旦传出在中国离世，享年43岁。而说起张志佳，其实呢，过去他在台湾的棒球界人气还有表现都是红极一时的。大家最记得的就是2001年的世界杯完封日本之后，让他成为当红炸子鸡。而当年世界杯他中华队的队友台湾巨炮陈金锋，在听到消息之后也表示相当遗憾。当然了，生命呢。 每个人遇到这些事情，不管是你认识或你朋友，都会有遗憾的感觉嘛。我觉得这就是，当然了，那么年轻遇到这些事情，就会觉得，当然遗憾一定有的。对，他是一个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。那其实投手跟野手接触时间不多，因为练习的方向练习的时间都不同嘛。那 队友之间就是大家互相在球场努力，这是一个怎么讲？他是一个很有天分吧，然后很活泼，这样很活跃这样子。好，说起跟张志佳的合作，其实当年把张志佳给选进世界杯的教练林华伟，他听到之后也非常感叹，一个天才这么早就离开。我只能很简单的讲，我想就是非常遗憾啦，那。 也非常的可惜。那他是非常的聪明，然后做什么事情，都很快。就是因为他确实是任何方面呢都有天赋啦，所以特别是在运动上面，他学任何的东西都很容易上手。 好，虽然后期就比较少联络，不过其实不管在教练或者是在队友的心目中，张志佳都是属于天才型的选手。而如今离世的消息出来之后，也让他们感到非常的突然，也是相当的难过。以上是现场的最新状况，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棚内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